主后2023年12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万国之光。圣经咱做来听读以赛亚书42章第1节到第9节。上主讲：看咧，我所扶持的仆人，伊是我所拣选、心所喜爱的。我将我的神赐予伊，伊会伫万邦施行公义。伊袂出声发，袂大声嚷，伊袂伫街头巷尾喊互人听见。受伤的芦苇，伊袂压断；要花的灯火，伊袂分熄。伊会确实施行公义，伊袂灰心，嘛袂失志，一直到公义伫地上确立。众海岛拢仰望伊的教导。上帝创造天，甲天铁开，伊造地甲地上的万物，将气赐予世间人，赐生命予伫地上底生活的人。这位上主，咱的上帝安尼讲：我上主调你来实践公义，我有牵你的手保守你，通过你，我甲万民订契约，要互你做万国的光。你要开失明的人的目睭，互受关的出监狱，互坐伫黑暗地牢中的得自由。我是上主，这是我的称呼。我袂将我的荣耀互别个神明，袂将我的称赞归互偶像。看咧，早前的事已经实现，现在我对恁宣布新的事，伫还未发生以前，先讲互恁听。万国之光，上主的仆人是伊所拣选、所喜爱的。上时阵，上主的灵充满，佮将为万国带来正义。以赛亚书42章1节到9节，用诗歌的形式描绘上主所拣选的拯救者。这段经文常常受称作仆人之歌。经文中所描述的是一位谦卑的仆人，这位仆人也袂喊叫，也袂大声喧嚷，看若像安静，佮袂响目，就展现出极大的气力。这位仆人佮较爱为万国带来正义，诚做万国之光。上帝所拣选的仆人，带着极大的使命，为着要伸张正义，主持公道。伫这段经文中，差不多每一节拢谈论着正义的主题。这个上帝的正义的实现，毋是用战胜群雄之姿展现，却是伫极安静、袂响目之处发生。这位仆人毋是照人的律法专师来审断，是伫弱势的群体中传达上主的公理。这位仆人袂压断受地上的芦苇，也袂分化要残存的灯火，佫会带来持久的正义。正如以赛亚书40章1节到11节所讲，这位仆人受上帝特别呼召出来，是带着重要的使命来到上帝所拣选的群体中。这个群体无局限伫以色列人，佫是超越这个原本信仰上帝的群体。这位仆人要将永望甲公义带予所有的人，诚做万国之光。
照亮遐个伫社会底层甲边缘生活个人，互遐个目睭失明、受监禁、受冤屈等受判轻个族群，会当受到公平个对待，无搁再受到歧视甲压迫。即位牧人毋是要传扬家己个名声，也毋是要抬高家己，是为着要互上帝个公理会当彰显，进入诚侪万国之光。约翰福音个作者用光进入黑暗，来证明耶稣基督道成肉体降生做人。耶稣基督就是带着上帝个慈爱甲公义来个光。耶稣基督伫世间个日子，甲社会中个边缘人、受轻视个弱势群体斗阵做伙，也伫遮个群体中呼召人诚侪门徒来跟对伊，学习伊个样式，来彰显上帝慈爱甲公义。耶稣基督无大声炫耀家己个身份，反倒当卑微，倒诚热心，行伫弱势群体中间，医治甲教导因，互因会当真实经历上帝慈爱甲公义。耶稣降生，亲像光照入黑暗，驱散冰冷，互人个心得到温暖。咱行伫跟随耶稣基督个道路，无应该用家己是上帝国子民个身份做夸口，反倒着失去警醒，互咱个生命反映出基督之光，互上帝公义会当照着咱进入上有需要个群体中间。默想，上帝呼召我诚侪伊个仆人，若无外在个阳光，只有谦卑传讲上帝个公义。面对困难挑战个时，我是毋是会当坚持继续向前行？上帝呼召我成做伊个仆人，若无外在个阳光，只有谦卑传讲上帝个公义。面对困难挑战个时，我是毋是会当坚持继续向前行？咱来祈祷。我的主上帝，我有时阵贪爱世界的掌声甲赞扬，赢过对你的顺服。我有时阵伊爱夸口家己，却袂记得应当宣扬你的公理甲慈爱。当我有虚荣包围的时，求你互我会当受提醒，爱伫弱势群体中传扬你的慈爱甲公义。奉主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